3500K 同4500K 唔同色好正常，但係最冤枉嘅係成排買翻嚟都係3500K，裝完之後先發現一盞偏綠一盞偏粉，可能要成排換。你以為 K 數一樣，顏色就一定一樣，其實 K 數只係話俾你知盞燈大概係偏暖定係偏白，唔等於每一盞燈嘅顏色身份證。就好似兩桶都寫住白色嘅油，未必都係同一種白。LED 嘅白光係入邊有藍光經過熒光粉混出嚟嘅，熒光粉有少少差，最後光色就會走位。單獨睇一盞燈未必明顯，但一排射燈照住同一埲白牆，差異就會立即放大。一邊偏綠，一邊偏粉，裝修幾靚啊，睇落去都唔乾淨。所以3500K 同4500K，而3500K 同4500K 有意分區，係燈光設計。同一組燈無意走色就係顏色一致性冇做好。安裝之前拎兩盞燈一齊照同一埲白牆，燈光由最光調到最暗，顏色接近先好裝。記住揀燈唔係淨係揀冷暖，仲要睇擺埋一齊顏色齊唔齊。你屋企有冇試過同一排燈唔同色？有就打1，冇就打2。